地狱大公爵别西卜将一只苍蝇交接给了大天使加百列，而这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为什么会有私下接触呢？接过苍蝇加百列将它缓缓向眼睛靠近，当苍蝇钻入眼球的那一刻，他的所有记忆将会复原，困扰天堂和地狱的谜团也将会揭开面纱。原来第一季末日之战后，加百列与别西卜是想极力阻止大战。No, forget An interesting proposal. Get it? Keep the status quo, static, and Chloe. No one could ever know. Of course.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们频繁在酒吧会面，两个极端的首脑也逐渐产生了默契。别西卜特意为对方换掉用了6000年的容貌，长时间的接触，加百列也学会了说脏话，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彼此相互的情感竟悄悄的不断升温。不知不觉，加百列会考虑对方的感受，施法反复播放别西卜喜欢的曲目，似乎是意识到禁忌之恋不会有结果，别西卜便把宠物苍蝇送给对方。关键时刻，他可以充当容器，真是爱屋及乌。加百列没觉得恶心，反倒装进火柴盒好好保管。这也象征着两人的定情信物吧。因为反对战争，加百列不仅被上帝代言人降级，还要抹去他的记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先一步把自己的记忆存储到苍蝇，阴差阳错之下，他才会光腚拉叉的去求助拉斐尔。如今经历了这么多，他终于鼓足勇气，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与别西卜在一起，哪怕不再是天使，做普通人类。恰好别西卜的想法与他一致。妈呀，双向奔赴的爱情居然可以这么甜！ You traitor! I just found something that mattered more to me than choosing sides. 瞬间让拉斐尔意识到渴望天堂与地狱对立的真正爱情，而自己只是缺少了一丝勇敢。其余人因对方拐走自己领导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争吵是纠结不知该将这对狗男女交给哪边的主力邀功，毕竟涉及到谁会是未来的接班人。就在这时，一位不起眼的小老头进入书店，打断他们插话提问。此时谁还会理睬一个没用的老人呢？老人却温和地询问大家，就没有人认识我吗？最后还是克劳利想起在哪见过他。Last time I saw you, you were a big floating giant head, man. 他就是上帝的传话人梅塔特隆，太讽刺了！在场好几个大天使，最后竟是恶魔说出了他们主子的身份。梅塔特隆赶走了所有人，并且要与拉斐尔出去单独聊聊。临出门前还恶毒地瞪了克劳利一眼，难道只是单纯对恶魔的仇视吗？不过克劳利却满不在乎。他们前脚刚出去，克劳利就将书店恢复原貌，寓意着未来依旧自由的生活。其实上帝早就料到加百列会罢工，出乎意料的是，他心目中的人选竟是拉斐尔。为了能让对方同意，老头开始画大饼。可笑的是，拉斐尔竟相信自己能改变天堂，他也不好好想想，加百列不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等拉斐尔将自己的决定通知克劳利，却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其实拉斐尔想通过天堂改革，实现克劳利重回天堂的完美计划。他认为一切爱情都需要在上帝的指引庇护下进行，而克劳利早对天堂和地狱的做事风格失望透了，他只想过上老夫老妻的闲散生活。 I mean, if Gabriel and Beelzebub can do it, go off together, then we can. We don't need heaven, we don't need hell, they're toxic. We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em, just be an us. You, what do you say? Come with me. You can't leave this bookshop. Oh, Crowley. Nothing lasts forever. No. No, that's what it is. 6000年来，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第一次产生分歧。临走前，克劳利不舍得来了一个世纪之吻。然而，这个重要时刻并不是幸福的结局，至少暂时不是。尽管他们彼此大胆地坦诚了自己的情感，依旧避免不了分别的结局。拉斐尔成功接替加百列的职务，克劳利不得不可怜地离开，住在自己的宾利车里，带着全部家当浪迹天涯。虽然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彼此之间的感情依然深厚。他们的分离也为故事的发展留下了悬念，让观众对他们未来的命运充满期待。Yes, you mentioned that. We call it the second coming.